心經淨土四句，各位朋友，今日又同大家輕輕鬆鬆傾心經，今次濃縮成四句偈，等大家易記易用。空是因，無常果，捨我執，歸淨土，全部大白話，唔講深奧佛學，聽完就識調整自己個心，唔好成日俾煩惱綁實。好多人以為心經係妙語古文，其實只係教大家睇清楚自己情緒，唔好俾身邊事牽住走。四句偈就係核心，最後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收攝所有雜念。首先，照見五蘊皆空，空唔係乜都冇，係萬物冇永實體，靠緣分顯現，呢個係因。正因為空，所以一切必定流轉變化，就係無常嘅果。五蘊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日日變。色係身體同萬物，皮膚會老，手機會舊。受係感受，開心半粒鐘就淡，難過幾日就消。想係念頭標籤，見人發達覺得自己失敗，轉頭又換另一種諗法。行係習慣反應，以前一聽批評就發火，而家可以停一停。識係分別判斷，今日覺得靚，聽日可能覺得普通，全部印證空是因，無常果。所以情緒嚟嘅時候停一停，唔好即刻信，就唔會俾無常牽住走。跟住觀自在，修行第一步就係捨我執，歸淨土。痛苦源頭係死執一個我，覺得我嘅感受利益最重要。點樣捨？觀係純粹覺察，唔批判自己，靜靜睇住情緒升起，好似旁觀者。只係反去自己身心，唔好成日同人比較收入。生活專注自身感受，再係允許當下如實存在。唔開心就唔開心，唔好抗拒，坦然接受。能夠睇見自己嘅情緒，你就唔會淪為情緒本身，心自然平靜。無眼耳鼻舌身意，唔係叫你隔絕外界，而係唔好俾感官牽住走。眼見靚醜唔好即生貪厭，耳聽讚毀唔好即動心，念頭唔好全信，全部係我執作怪。感官只係窗口，少一分執住自我，心就多一分清淨。不垢不淨，唔好同自己貼標籤。犯錯唔等於污糟，完美主義都係執住。如蓮花生於污泥，接納缺點，放下苛求，內心即通透，不生不滅。失去痛苦只係無常流轉，情緒會消退。唔好將一陣風當成一世天氣，不增不減。你嘅價值唔靠外物加減，讚美批評都改變唔到你本質。放下外求，無智亦無得。修行唔係為打卡炫耀，亦唔好執住一定要開悟。真正得到係放低我一定要得啲乜嘅執念，心歸清淨，揭諦揭諦，彼岸就係內心淨土。分四步：一看見自己執住乜，人哋評價、輸贏得失；二放下，唔好死找住；三帶住覺察穿過煩惱；五放大我好難受；四內心唔再隨環境起伏，當下自在，無苦集滅道。痛苦源頭係執住我，睇穿空同無常，痛苦就綁唔住你。無掛礙，事嚟認真處理，事過就唔好擺喺心度折磨自己。放下得失執住，日常練習好簡單。煩惱起時先觀，記住空是因，無常果。情緒轉眼會散，拆解五蘊，睇下邊度放大咗我，慢慢放低比較苛求，做到捨我執。心平靜就係歸淨土，雜念仲係亂，就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收攝所有思緒，唔使專登入紙打坐，平時返工、搭車、屋企休息都做到。全程圍繞四句偈，每當煩惱、情緒升起時，第一步先觀，覺察自己而家嘅感受，記住空是因，無常果。呢份情緒本來冇實體，轉眼就會消散，唔好當成永遠。跟住拆解五蘊，睇下係身體、感受、念頭、習慣定分別心放大咗我嘅執住，跟住慢慢放低各種圍繞自我嘅苛求、比較、貪戀，做到捨我執。心一旦唔再雜念紛飛，平和安靜，
當下就係歸淨土。若果雜念依舊擾亂心神，就輕輕收攝所有思緒，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將心交，所有執住煩惱即刻平息。成部心經講到底，從來唔係教大家消極避世、脫離社會，只係一套清淨內心嘅實用方法。核心濃縮就係四句偈：空是因，無常果，捨我執，歸淨土。世間萬物本源皆空，所以一切現象盡是無常起伏，所有煩惱只緣執住一個我，唯有放下自我執念，內心先能回歸清淨安穩嘅淨土。無論身處香港幾急速嘅生活節奏，學識時刻覺察自我，少一分執住，就多一分內心自在。雜念升起之際，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即可安定心神。空是因，無常果，捨我執，歸淨土。南無阿彌陀佛。今次同大家講住咁多，喜歡我嘅影片，請俾個心心，加埋我嘅頻道，有新片會即刻通知你。拜拜。南無